我哋今日睇下雙魚座咧，睇下寶囊俾到我哋乜嘢？睇下 High Priest 到 High Priest 祭司，女祭司。你慢慢睇下呢個祭司係代表邪惡，代表一個超能力嘅色彩係，我睇到係藍色、黃色，仲有就係睇到啲微小嘅生物，你可以理解為做製品啊，做乜嘢？好淡定咁，準備有所收穫。雙魚座嘅朋友喺未來2個月，呢個過程啊，唔係結果，呢個過程。未來2個月會有啲干擾，未來2個月會有啲干擾，因為個干擾太過雜亂，可以理解為你係搞唔清楚啲干擾嘅力量來自於哪裏，或者係啲乜嘢咩人。嚴重啲講，喺未來2個月，你嘅伴侶或者你哋之間會有啲比較不明所以的干擾，不明所以的干擾。有時候佢唔係話干擾你哋嘅關係，我睇唔到第三者。注意下，佢唔係第三者對你嘅干擾。我睇到都係啲邪惡力量對你嘅關係嘅干擾。形象啲，你好理解啲就係、你哋生活習慣啦，你想要對方係點樣，但係對方認為呢啲係會影響你哋之間感情嘅。你認為呢啲改變某啲習慣，你哋關係會更加好，但係你嘅伴侶佢認為係，如果有啲習慣加入一啲插曲，對你嘅關係反而係一種傷害。咁咪好理解咧。少少嘅邪惡嘅想法同力量，我又諗到會唔會喺床上咧？身體嘅接觸，某啲個邪惡嘅想法，呢就係一種可能。再延伸出去，會唔會某啲飲食習慣呢？飲食習慣唔一定話好會影響你哋感情，但係的確可以改變你哋嘅生活習慣。又或者會唔會2個月之內，你無啦啦或者對方你嘅伴侶無啦啦買件衫，你唔鍾意嘅衫，佢一定要你着，你一定要佢着，先至合乎你或者佢嘅一個美觀。呢啲其實都屬於好微小嘅邪惡嘅想法同力量。當然大嘅我就唔指出嚟啦，可以影響到你哋嘅根本嘅關係嘅大嘅邪惡嘅想法同力量。慢慢諗下有啲咩可能，除咗床上嘅，但係好似都只有床上嘅邪惡嘅想法會影響到你嘅關係。好似好耐未講過單身嘅朋友啦，從張牌面睇出單身嘅朋友係因為你太多嘅邪惡嘅想法，而令到你阻止你實現你獲取異性嘅結果。冇咁多邪惡想法啦，就算有，都揞喺心口度，
唔好表露出嚟，唔好認為異性會睇唔出你嘅想法，睇唔出你入邊陰暗嘅一個想法。或者我哋都記住，每個人都唔係弱智，每個人都有第六感。就好似唔好認為皇帝的新衣係童話故事咁，有時候你嘅受害內心嘅想法係一眼睇得透。再囉嗦下關於事業上嘅，事業上嘅更加好理解啦。喺工作上唔好有啲咩拿詐嘅手段啦，或者有啲落井下石啊，或者諗住踩人肩膀爬先上去啊咁，或者係無啦啦咁鬧你嘅員工啊，鬧你嘅一個一齊做嘢嘅同事啊，咁問你借意啊，咁發泄你嘅即係內心嘅煩惱啊、不滿啊，咁將一啲唔好嘅嘢，將啲垃圾灌輸俾人哋度，呢啲屬於係邪惡嘅想法同埋一個做法。今日起碼都顧及得到有伴侶、單身、事業、工作。其實我好少話顧及到呢四方面，我最鍾意講就係有伴侶嘅關係，睇牌面對佢哋未來有啲咩影響，有啲咩嘢結局，都冇講係結局。未來2個月就係趨勢咯，換句我形容詞講趨勢就冇錯。